逐工讲一句，台语有意思。逐工一句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焦挂先。哎呦，哪会遮寒啊？啾啾啾啾，你敢会寒啊？啊，那你讲啥？哦，咱今仔日要讲的主题是消寒。消寒汉字写作消寒，罗马字写作施药效，好安寒，效第二条，寒第五条。当这一个月，刷落来这季就是消寒，大约伫新历正月初5到初7之间。消寒的时，天气会较寒，所以我拢等日头出来才起床。起床的时，爱豆豆啊爬起来，先坐伫眠床边活动筋骨，才袂因为温度差伤济，血筋收缩伤紧，煞来中风，安尼就真危险啊！特别惊寒的人，会使啉一寡姜母茶，互身躯烧热，较袂畏寒。唔知敢有人甲我同款，寒天的时阵拢足紧腰的，安怎食拢食袂饱。伫遮甲大家推荐，我寒天时啊上爱食的物件，香芹啦。人讲这乌鱼子是海上的乌金，内底有丰富的蛋白质，补血佮固胃。俗语讲小寒大寒，兵马安，意思是小寒的时，若有够寒，会当加一寡海棠甲因的卵寒死。等待过当年报产的时，虫害就会较少。系啊，俗语讲12月雷，唔免用猪腿，意思是讲12月应该袂等雷公，若有代表今年天气反常，猪啊较会着这死去。若要卖猪肉，根本就唔免举猪腿啊。六消寒。血筋、胃寒、蛋白质，小寒大寒，兵马安。12月雷，唔免用猪腿。小寒这个时节天气寒，大家就要好好照顾家己哦。今仔日的逐工一句就讲到这，多谢观众朋友收看，咱后摆再会。